不降！洞主，还我主公命来！挡住他！螳臂挡车！这人好厉害，前面不行了！喂，怕什么？给我拿下！大人出了吕布，全都是废物，当我者死！文丑，我来会你。我就是在等你呀！什么意思？这蠢材竟然离开了主公！啊！此话怎讲？不，莫非这就是袁绍的人头？死得不漂亮啊！吕布曾为名利杀掉了自己的养父丁原，我看主公